德甲迷必定認識嘅美國中場杜利。第一代為人認識嘅美國隊主將唔少都係生於海外，年屆花甲嘅防守中場同埋後衛杜利就係其中之一。有人話每個人嚟到凡塵，命運早已注定，唔理你信定唔信，若非陰差陽錯，佢早已代表出生地德國披甲，亦都唔可能為美國隊上陣嘅輝煌歷史。我喺德國出世，根據當年嘅法例，因為我爸爸係美國人，我出生就係美國人。但係自從我懂事以嚟，爸爸就一去冇返。之後母親喺我9歲嗰年幫我申請德國公民資格。杜利對美國軍人父親毫無印象，年輕嘅時候甚至從未踏足美國國土。佢喺1981年出道，1988年加盟德國紅魔海沙羅頓，隨後效力過利華古遜同埋史浩克04，直到36歲，佢終於首次征戰美職聯。1997年轉投哥倫布機員，最終喺紐約紅牛高掛球靴。佢透露人生有3次機會着上德國國家隊球衣，但都一一錯過。第一次係媒體通知我將有機會加入集訓營，但人算不如天算，我喺之後嘅一場比賽受傷，被迫缺陣3個月。第二次同樣係媒體先爆料，佢回憶話佢哋話高拿同埋巴治和受傷，你一定會入選大名單，但無獨有偶，居然再次右腳足踝受傷。最後一次，杜利已經入選30人名單，備戰對墨西哥同埋阿根廷。結果喺友誼賽對科特布斯嘅時候，被對手嚴重撞傷，多達4條肋骨骨折，一場歡喜一場空。正當佢以為一世都冇機會亮相國際舞台，竟然喺31歲嘅時候收到美國隊嘅邀請，並隨隊征戰1994年世界盃，圓咗一輩子嘅夢想。杜利代表美國81次，踢入7球，對手包括英格蘭同埋德國，2次出征世界盃，更喺1998年決賽周成為隊長。佢攞過德甲、歐洲足協盃、德國盃同埋德國超級盃。退役之後喺美國隊擔任奇連士文嘅助教，之後佢做過菲律賓總教練，爆冷取得亞洲盃參賽資格。2021年成為馬來西亞球隊彭亨嘅主帥，最近就做咗圭亞那嘅總教練。杜利話過，心目中最佳嘅門將係費道，最佳中場係雷拿，最佳前鋒係丹普西，最佳後衛就係自己啦。多年前佢已經話過希望接掌美國男足帥印，就睇下將來有冇機會見到佢喺場上指揮啦。